天涯海角30週年，23118663。你嘅希望係一樣嘢呢，定係一個人呢？ Hello Kelly， 又係我啊，來自馬來西亞天涯海角啊。咁今次拍呢條影片咧，主要係想回應翻尋日阿 Mark 哥佢親自特別介紹咗《風花雪》呢首歌，亦都係我最喜愛嘅一部電影，就係《天涯海角》入邊嘅主題曲。咁今年亦都係《天涯海角》第30週年，上年30週年咯。咁我亦都希望今年有一啲特別嘅事情發生啦，例如商品啊，或者係特別珍藏版嘅 Blu-ray 啊、DVD， 我都會希望想支持嘅。亦都想借住呢個機會，特別去多謝翻之前上一次嚟馬來西亞演唱會咧，你特別幫我簽咗呢一張，哇！經典特別珍藏啊，非常之多謝你。仲有一張我想特別多謝嘅係喺2024年嘅時候，我第一次見你嘅時候，你第一個幫我簽嘅就係呢一張，我特製嘅，非常之多謝。咁亦都想借住呢個 video 想同你講聲唔好意思，因為呢一個澳門嘅演唱會咧，小弟就冇辦法去到出席啦。咁希望5月2號、3號呢兩場澳門嘅演唱會爆 show，而且個個都玩得開心。亦都再次提醒各位中意陳慧琳嘅朋友仔，記住着得靚啲，到時有現場錄影㗎。咁呢個 video ending 嘅時候咧，我會播一段我清唱嘅《風花雪》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啦。記住繼續支持 Kelly， 亦都希望不久嘅將來我可以再次有機會親自去到你親自嘅演出，睇你親自嘅演出，仲有你旗下嘅活動啦。最後亦都呼籲各位中意陳慧琳嘅朋友仔，5月2號、3號靠晒你哋啦，將個 show 搞到有幾旺得幾旺，搞到有幾勁得幾勁，搞到有幾 high 得幾 high。祝願 Kelly and Team 珍姐、Winnie 姐一切順利演出。一杯清風，共醉躺於天空，你與我天和地互融。拿一朵鮮花遞到我的手中，我在這花香清風相送。尋一顆飄雪，讓你掛於星空，悠悠地用愛照遍天下情夢。求一世歲月，最美的1分鐘，你與我擁抱一起飛縱。早啲手續隊到海南範圍做徹底手術。多謝靈兒。